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在荣顺佛教频道的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巴珠仁波切的传奇故事。那虽然呢，无论是哪一个佛法的传承都有一样的精彩的这种书生的这个历代祖师的这个传记传说，但是巴珠仁波切呢，在藏传佛教近代的这个大师里面呢，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大师。我所说的不一样呢，并不是说究竟上这些佛菩萨和上师们的这个境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评估或说哪一个境界高，但是呢，至少和众生这种一起在这个生活当中修行的时候，他们有着一个不一样的一些风格，这也是这个诸佛菩萨的一个慈悲。那其中巴珠仁波切的故事，上次我们就也讲过一些开头的部分，而且巴珠仁波切是来自于扎曲卡，然后到了这个左青寺等等的一些地方，依着了他的根本上是如来呀尊者，还有东京这一系多吉，第四是左青法王等等，对吧？就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要继续学习巴珠仁波切的这个传奇的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巴珠仁波切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从到20岁以前的那个时候呢，巴珠仁波切呢也是主要是就是学习佛法，但是这个学习也并不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佛学院里边就是毕业等等这种概念。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宁玛的这个传承里面也经常有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我也记得很多这个我们的上师有一些小时候的这些老喇嘛们，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宁玛的很多的学习不应该是光靠你的聪明和你的学习的历程的这种有花了多长时间，你学到多少，用这个来衡量你的学习。那怎么办呢？要直指信心。你依着一个具体的这个根本上师，你就是遇见了你的生生上师，生生世世的这个有缘的这个上师之后，你一边呢祈请上师，一边呢学习经论，一边呢也要修着本尊的法。那这三个的这个合一的状态当中，从内心悟出来，有一天这种智慧是最究竟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通达。不然的话呢，外面的学习经论的这个呢，越学越多，所以没办法学完。所以呢，大家记得历代祖师当中，宁玛的荣顺班智大、精密灵巴大师、巴珠仁波切、密方仁波切，他们都实际上学习的时间是很短很短。我所说的学习是在佛学院里面正规的教育的这种学习是很短很短时间，甚至密方仁波切呢，其实是一天都没有去过佛学院专门去学习的。而荣顺班智大有3年的时间去学习，有这样的说法。精密灵巴大师也从小只是在一个佛学寺院里面受过基本的一些念诵、课诵这些基本的这个教育，但是很少
有得到这个佛学院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但是呢，他们呢就是不光是这个通达这个一切学习，还有就是有大量的著作留给后世，现在成为了所有的这个宁玛教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很多都其实是因为从内心的大圆满的修行的功德和外在的这个现行层面的跟很多的知识，就成为一种结合相互相成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巴珠仁波切虽然呢就是很少真正的去一些佛学院里面毕业什么堪布格西啊，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也待过一阵子在左清寺，尤其是左清的这个佛学院。但是左清佛学院他的主要是他在那边去闭关啊、求法啊、得到观点和有一些窍诀啊等等啊，并不是说是在那边就是很长期时间去学习。但为什么呢？他的学习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当中，就是成为一个这个班智达一样的一个巴珠仁波切是这样的。现在有巴珠仁波切的著作有这个很厚的，就是有6本啊。有些呢，因为巴珠仁波切当时写完了，可能因为当时呢就是没有马上可以就是打印出来哈。如果一个要另外一个人就是要抄或者写，那也是有难度的。那当时在扎曲卡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就是他们就算巴珠仁波切的这个写的东西大家知道很重要，但是呢，如果要有那个墨啊、纸啊，很多的条件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环境下，巴珠仁波切的很多的著作呢，可能是已经失传了。但是呢，有一些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有很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6本。这个6本的内容呢，就是包含了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很著名的等等其他的很多的著作。反正呢，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巴珠仁波切在左清的那个Richard 就是左清的这个阿兰说，在后山的这个穴洞里面，如果你们有看过上期的这个节目的内容的话，我们有讲过这个细节，还有这个同时也有分享这个佛学院的这个左清的这个后山的这个深山的这个相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呢本来就是一个大乐金刚的圣地。近代也不是最近，就是这个将军控制和姜文新泽王伯2位的上师，也是巴珠仁波切的一个上师，有一个扶藏大师叫做丘吉林巴。丘吉林巴大师去过扶藏的地方有很多，在南清那个玉树的地方，德给那些一带都有。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左清寺的那个后山的这个雪山，因为那个是究竟上是大乐金刚的坛城，所以从那边去了大乐金刚的法门。而且巴珠仁波切也说过这个观点，巴珠仁波切说，我不相信很多现在的这种那个是副藏师，那个是副藏师一大堆的这种，他觉得，但是呢，他觉得呢，这个丘吉林巴大师和莲花生大师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这个细节呢，其实巴珠仁波切的著作里面就有。丘吉林巴大师传法之后，献功蛮大的时候，我们藏传呢，就是很多一些大上师传人这个教法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这个蛮大的这个供蛮大的时候的这个要念诵，专门有一个人负责的这个一个供养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优美的这个词句，专门这个写的有这样的，而且有一个可能花很长的时间，应该是这个几十分钟，然后就是要念，站在这个前面要念，念完之后呢，这个排队的这个献这个供曼达的这个三身曼达等等，就是要这个献供。
这个先贡曼达的这个是巴珠仁波切写的，当时这个发挥的这个因为发挥现场有巴珠仁波切，而且这个呢现在也在巴珠仁波切的著作里面就有。那个里面他说今天我们有机会和莲花生大师乌鲁别的一个副藏大师，然后就是他那边我们一起能够获得他的传承，是一个无比的这种一个殊胜很难得啊。巴珠仁波切我这样讲。所以反正巴珠仁波切的这个弘法利生的最主要有几个地方，一个是我们上次分享过的这个噶琼过会儿，巴珠仁波切出生就是诞生就是在那个地方，最后圆寂也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这个晚年就是主要就是巴珠仁波切安住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安居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但是另一个呢就是做心寺。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在外面的人啊，除了扎曲卡之外的，有一些其他人觉得巴珠仁波切很有名，大家知道。但是巴珠仁波切有两种说法称呼，就是叫做扎巴珠仁波切，另外一个叫做扎钦巴珠仁波切。我们上次应该有分享过，扎钦巴珠仁波切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长期住在作心寺，就像他是作心寺出来的一个上师就这样。所以作心就像现在我们有些像慈中路主干部应该是拉荣，其实他不是他本来是在这个另外一个部落的，但是因为去拉荣学习，现在在拉荣出来的干部，所以拉荣的就有点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作亲巴珠仁波切，另一个呢，因为呢巴珠仁波切是扎曲卡，所以叫扎巴珠仁波切。OK， 所以巴珠仁波切在那边做心寺也带过，但是巴珠仁波切去过很多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一次呢，巴珠仁波切想去见一个上师，这个上师是很有名的，而且非常特别的，他叫做小嘎草竹让珠，他就是像穆拉里巴一样的一个殊胜的成就者，而且他有大圆满的自己的一个大圆满的他自己的那种大圆满的一个敲诀的他的这个撰写的。然后他也是格鲁派的一些上师，和他自己有格鲁派的传承，也有宁玛的传承。他应该有萨迦和盖居，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小时候就看过他的传记，那个传记和这个道歌的全集都就有4本就是这样。所以这个4本就像这个应该是这个《红楼梦》这么的一个厚的这个4本。但是这个4本里的主要都是他的这个传法的方式比较特别那个我现在说的是就是小个草竹让珠，为什么呢？因为他呢，比如说到了施主家，或者他经常去外面朝圣的时候，他比如说有些人呢说就是他讲法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这种上师的这个教法呢，现在的我们应该要更多学习。为什么呢？他有一次去绕山的时候，他听到有些人就是说有的没有的，他说哎呀那个有些呢就在这个什么某一个寺院里的喇嘛呢，就是都是那些地方有些呢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戒律清净等等等等。他觉得有一些在家的有一些一切事他们呢怎么样，那就是他说他是这个你们不能这样讲。你们真正的在一个部落里面，你们就是真正的需要生死的时候，面对生死的时候，遇到任何障碍的时候，用佛法帮忙，第一时间就是你能邀请到的，真正的能够帮到忙的，就是你经常有点看不起的，你和他就是有点很靠近在你的这个地方的，然后就是好像你觉得是我们都是差不多的那些。而且并不是一个在高高在上的这个很有名的或在一个佛学院里面的很厉害的一个肯布格西来就是帮忙你。他说这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要把这些视为佛菩萨的一个事业成就的一个化身。他是这样讲。那有一次又说哎呀，有些呢就是什么有神通然后就是有一些特异功能他觉得佛学院里的这些喇嘛呢，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只是他们经论很厉害，好像没有什么功夫他说
那个教科曹主任就说，他说你们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呢？他说他在那边呢受持戒律，精通三藏，然后老老实实的在那边修文思，这个圆满这种这个一生度过这个文思修里面，他说这是真正的大成就啊！这除此之外的，有些觉得他讲神通啊，我今天见到鬼啊，明天这个我就是享福了，这个水啊等等，类似这种，他说这个就是你不要轻易相信，真正的执大，咱们说执大就是那个大成就者，你有成就的这个功夫的这个一个证明是什么呢？你的成就最大的证明是什么呢？你在这个佛学院里面，你就是在那边就是有认真的文思修，有佛法的智慧，你老老实实在那边念经啊，这都是真正的执大。所以呢，但是呢，小国筹智让之呢，在藏传的这个历代祖师当中，特别的这个比较注重这个苏轼就是一个推广者他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苏轼主义者。反正他的这个很多的道歌呢，那就是他和施主互动的时候，他到了施主家，然后就是他们问什么问题，或者他就是遇到什么样的人，他用佛法的就是回答的时候，他是用像门来利巴尊者一样，他的风格是就是用道歌直接回复就是这样回答的，是这样的。以前确实有这种的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藏这个拉萨的那个叫什么拉姆南塔有一个的舞蹈就是这个西藏的这个代表的这个一个传统的这个舞蹈跳舞的那个舞蹈。然后在这个汉地呢，不是有一个禁区嘛？那个里面不是有一些呢，就是彼此这个说话呢，用一些寄送来传达他的想法。这是我觉得藏族的这个历史上以前应该也确实有存在过这个文化的所以呢，像穆拉里巴马尔巴大师像格萨尔王的一些故事里面呢，还有下过造主张就是这样的。那法王如意宝其实不是经常讲话这样，但是有时候呢，确实是法王如意宝在突然间跟大众的这个在话筒里面直接唱这个他自己这个那种就是直接唱这个唱，然后就是有他们的一些其他的弟子记录，或现在呢比较方便嘛，反正就是有录音档，然后再慢慢就是这个道歌写下来，有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下过曹主让之的这个道歌都非常非常的殊胜。那巴珠仁波切就是要去见那个上师，这是巴珠仁波切的一个很大的心愿。而且巴珠仁波切那个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以巴珠仁波切的风格，巴珠仁波切的个性来讲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巴珠仁波切的很这个超级的这个偶像所以呢，他专门要去见那个叫那下过曹主让之，但是就很可惜的是，巴珠仁波切是在这个康区的德格，就是在这个扎西卡和这个周青这一些地方。然后呢，就是下过曹主让之是青海的这个青海湖那边的就是比较远，不是比较远，非常远。以当时的情况来讲的话呢，非常远。所以呢，巴珠仁波切呢，就是去到一般的这个路程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青海那个郭楼那一带的时候，就是有人说小国曹主让之已经圆寂了。然后听到这个消息，巴珠仁波切非常非常的难过，还这个当下也写下了这个纪念的一些这个祈祷文这个也是巴珠仁波切的著作里面有的就是这样。然后呢，巴珠仁波切没有去就是真正的见到这个小国曹主让之，但是呢，巴珠仁波切还是仍然呢用他自己经常的这个风格，就是去各个地方他就是可能是到了一个部落里面停留的时间，就是不会长于这个一个月，或者可能会几天，然后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巴珠仁波切是经常是这样的。那除此，巴珠仁波切呢，就是扎曲卡、卓钦还有这个青海另一个地方呢，巴珠去过的比较著名的地方是斯达
师大就是现在的这个乌明佛学院的那一些地方。所以巴珠仁波切去师大的那个时候，第一次巴珠仁波切去师大是有一个地方叫做亚龙宾玛谷宾玛谷就是亚龙寺吧就是一个佛学院一个寺院，他是第一世多智群法王，就是当时在那边传法 OK。第一世多智群法王，那第一世多智群法王呢，要大家记得，也是巴珠仁波切认真为这个巴给的一个转世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一个这样的认真，他为这个活佛的，就是这个诸葛的这个上师，也是他的上师如来呀尊者的同学，就是金刚师兄，他们是同一个上师的弟子。然后呢，他去见。这个也有这个西界的这个故事里面，他确实有去见那个多智群，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后来卓勤的和巴珠仁波切一起建造这个卓勤的狮子吉祥山、狮子吉祥佛学院反正卓勤大圆满寺的这个佛学院。一开始的时候，创办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做亚西江本太一，但亚西江本太一本身是扎区卡人，和巴珠仁波切就是同一个，就是一个邻居一样的，就是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虽然是算是两个部落，但是这个部落和部落的距离就其实是就是中间有一条这个扎区的那个河，其他都其实是看得到的。我也去过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叫做 Yasi 央本太一 ，Yasi 是佛子，央本是利他，太一是无边佛子利他无边，它也是宁玛的，尤其是戒律的传承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人物。OK， 传承的注释，他就是巴珠仁波切的上师。当时因为巴珠仁波切年轻的时候，那个亚龙寺，师大的亚龙寺是，如果你们去过师大的话呢，师大是从。这个康定和这个巴尔康再上去，现在的这个乌明佛学院那个地方，那边有四大县嘛，那个四大县的再上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有那个亚龙寺。那个亚龙寺，那就是邀请卓勤的这个亚西央本太一他当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师。然后他传法的时候呢，巴珠仁波切又来现场，就是听法。然后呢，因为西藏有一个经常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师传法的时候，比如说早上讲完，然后就是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当中的另外一个堪布或者一般的一个堪布讲课的话呢，可能他的学生当中这个文思比较好的一个学生来负责辅讲，这个叫做辅讲所以呢再讲一遍，下午再讲一遍，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巴珠仁那个他们邀请亚西江本太一在这个亚龙寺里面讲法的时候，巴珠仁波切是负责辅讲这个叫辅讲师。那当时他讲什么呢？他讲的是就是他讲的是大幻化王的这个大幻化王呢，就是一个密续，一个密法的最著名的一个经典。而且宁玛的传承里面，大幻化王呢，现在是就是因为宁玛有9层次第里面马哈尤嘎、阿尼尤嘎、阿德尤嘎就是大圆满。但是虽然是这个大幻化王是马哈尤嘎的，但是他的真正的这个境界呢，和大圆满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是大圆满和这个所有的无上密续的一种总集的一个桥梁就是反正就是非常殊胜的。宁玛的教法里面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经典，也就是一个密法的经典。那就是这个亚西江本太一讲，然后巴珠仁波切呢就是负责这个辅讲。第2年3年呢继续呢，就是每年45天的时间，巴珠仁波切再次讲这个大幻化王。所以大幻化王呢，就是再去看现在很多的寺院呢，每年都要专门有一个大幻化王的一个大法会，讲
讲课的一个讲法的一个，这种呢就是它是有专门的一些很多要求的，而且这个讲的人呢要背下，先要这个闭关的方式，1年多或者1年多的一个时间来背下所有大幻化王的这个密续，还有密续的龙千巴大师的这个注释 ，OK， 注释，这个密续和密续的注释合起来的话，应该会有那么厚的一本书，这个全部要背下来，而且这个发挥的时候不能看半个法本和这个课本。就是直接在法座上面从头到尾要念完，这个就是一个宝珠仁波切的时期开始，就是慢慢后来图嘎如意宝，就是现在法王如意宝的上师，他们的时期就是跪点的。为什么呢？虽然呢宁玛有非常多的秘法，但是大幻化王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秘续，所以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传承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未来就是这个怎么说，保护这个传承，所以就是立了很特别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要10天的时间不是10天的时间，因为这种10天的时间呢不可能讲得很满，但是讲得很广，但是这个10天的时间的话呢，至少这个讲法的根部他又背了所有的这个内容，所以呢他从头到尾就龙千巴大师的这个注解自己的这个不看字，然后就是要从头到尾念一遍，而且每天念多少，而且前面要修什么，后面要修什么，这个全部都是有这个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啊。所以而且拉拢无名佛学院的这个大幻化王的坛城，也就是这个密续。所以宝珠仁波切当时第一次呢用副讲师的身份，第二次呢自己主讲的身份，就是在这个四大亚龙寺那边。现在其实一般没有人关注这个亚龙寺，但是实际上从大圆满的法的这个教法的这个来源头来讲，亚龙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那边是多智钦，第一是多智钦精明成立活色，还有这个加西亚班太一，还有这个巴楚仁波切，他们都好多都在那边传法。所以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宝珠仁波切在那边就是传这个大圆满的法，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大幻化王的密续。传了之后呢，在后来呢，四大那边也非常广传这个大幻化的密续，幻化王的这个密续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也许你们听过一个叫做文武百尊 ，OK， 文武百尊的坛城。也就是中英文集解读里面的这个文武百尊的坛城，也是根据这个大幻化王的密续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些都是指它的源头根据就是大幻化王的这个密续，所以大幻化王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宝珠仁波切一生当中宝珠仁波切虽然呢讲过无数个经论，但是这当中有2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大幻化王，另一个是什么呢？如菩萨行论，也就是宝珠仁波切这是我觉得是所有密乘金刚乘的教法当中，就是大幻化王来就是作为这个密法的一个代表。然后显法当中呢，所有菩提心和空心的这个教法的当中呢，就是如菩萨行论是最具有代表的。所以宝珠仁波切后来的这个传法的时候呢，就是最主要就是传这2个这是宝珠仁波切的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下一个节目里面就是我们讲宝珠仁波切怎么传这个如菩萨行论和如菩萨行论和宝珠仁波切的这个传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阿弥陀佛。南无